过来看这花莲的60石山的金针花是超过一半拢去予杨柳风台散落去。初步估算，这受损的面积是有40公顷。农业处表示，这已经达到灾害救助的标准，农民会当伫咧离岛进前申请补助。这是花莲富里的60石山，目前当时金针花的花季，不过因为杨柳风台扫来，差不多有60成的花拢去予风散落去。遐若采收区是搁较严重，150公顷的面积，差不多有40公顷受到损害。占60成的原因，因为其他的小朵的金针也都受伤了。顶封面只剩下少数的被封面的，就是低洼地区的没有被风肆虐到的地方，还留有一点点。遐若伫玉里的赤科山，因为离风台电力的所在较远，金针花无啥碍着，敢若上山的车路有部分的所在放弃，目前已经恢复通车。即个灾情较严重的，敢若伫咧60石山。目前是花季，那在这一次因为风非常的大，所以对于60担山的这个整个花况有些许的影响。我们也邀请这个农改场、还有农会以及乡公所、乡镇公所一起来会勘。农业处表示，60石山的金针花受损的情形已经达到灾害救助的标准，受灾的农民会当伫8月16至29去乡镇公所申请救助。不过强调讲，现金的救助、甲楼花的补助袂当重复申请。另外，60石山赏花的区域，还有一半的花还未开，差不多1礼拜的时间，花就会搁大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